Oh my gosh！ 我發現咗延遲刀嘅原理，原來一直都係做錯延遲刀。我去練習場教一教大家吓，都唔知邊個教啊！我自己發明嘅吓，等陣先。哈哈哈。Okay, let's go。呢個啦，跟住小刀。關 dagger 事嘅 ，Oh my gosh！ 關呢個 dagger，好唔慣用 iPad 玩 ，Oh my gosh！Oh my gosh！OK， 跟住我哋咁樣啦，然後篤完之後轉去呢度，咁樣啦。哇！等陣先，點樣開個字瞄？3分字瞄先啊！呢個字瞄，我好憎字瞄仔。好似撈唔到嘅。OK， 哎呀，字瞄，Let's go， 哦，字瞄 ，OK，Let's go，搞掂。嗱，首先呢，呢個死咗先，嗱佢死咗啦 ，OK。跟住我要首先要咁樣向後啦，然之後篤過去，延遲咗。等陣先，我再睇下。嗱，我整個慢動作下。首先你要篤一篤，然之後即刻跑過去，咁樣啦，咁樣，然之後咁樣。嗱，但係嗰個圓圈嘅時候，咁樣，然之後咁樣行前去，咁樣呢個就係延遲。喂，傻仔冇做。然之後咁樣，哇！延遲，超延遲 ！Oh my gosh！ 喂，死開啦 ！OK， 咁樣，然之後向前，然之後插落去。喂，哇！延遲，邊個話可以延遲4秒？然之後咁樣，哇！用 dagger 殺咗佢啊！